晚上11点半，窗外只剩路灯，电视没在看，只是让房间有声。被子放在桌上睡，已经放冷。我坐在沙发，时间却走得很慢。我其实已经习惯把事情都自己撑，只是有些夜里还是会看向那扇门。我不是怕一个人，日子也过得完整，只是偶尔会想，如果有人在，会不会不同？我不是没有笑容，也不是过得太沉，只是安静下来，心里好像少了一个人。回家的那条路，便利商店的灯，玻璃反射的我，看起来还算冷静。手机划过几次，又放回口袋。有些话想说，却不知道要对谁讲。我不是没想过，这样会不会一辈子？只是突然发现，连寂寞都变得很懂事。我不是怕一个人也能入睡，只是偶尔会想，有人在身边，不用多说也对。我不是一定要谁，也不是非谁不可，只是这样的夜，如果有人在就好了。回家的那条路，便利商店的灯，玻璃反射的我，看起来还算冷静。手机划过几次，又放回口袋。有些话想说，却不知道要对谁讲。我不是没想过，这样会不会一辈子？只是突然发现，连寂寞都变得很懂事。我不是怕一个人也能入睡，只是偶尔会想，有人在身边，不用多说也对。我不是一定要谁，也不是非谁不可，只是这样的夜，如果有人在就好了。灯没有关，我还醒着，只是想再等一下。